大家好啊！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6年6月13號星期六，繼續同大家睇下香港嘅地產新聞。今次同大家睇嘅就係內地買家究竟投資咗幾多香港嘅物業。另外，內地都收緊咗資金出境嘅政策，究竟同香港嘅樓市有冇咩影響，有咩關係？希望大家訂閱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留言同埋分享。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咗土地註冊處嘅資料，按已知嘅買家姓名作為分析，5月份內地買家喺香港一手、二手住宅市場嘅註冊量總共錄得有1863宗，創超過2年，即係25個月嘅次高。期內涉及嘅金額都有203億9千萬，按月就升咗大概6.8%。如果以今年頭5個月合計，內地買家註冊量同埋金額分別錄得7666宗同埋822億1千萬，分別較上年同期上升咗63.7% 同埋大概96%，可以反映內地買家積極投入本港嘅樓市。美聯物業分析師岑仲謙就指，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嘅資料顯示，根據已知買家姓名作為分別，5月份內地買家就以買家姓名嘅英文拼音嚟鑑別，喺香港一手、二手住宅嘅市場註冊量總共錄得1863宗，按月就減少咗大概2.9%，不過仍然創超過2年，即係25個月嘅次高。期內涉及嘅金額就有203億9千萬，按月就升咗6.8%，自2024年4月之後首次突破200億元，創超過2年嘅新高。如果以今年頭5個月合計，內地買家註冊量同埋金額分別就係7666宗同埋822億1千萬元，分別較上年同期上升咗63.7% 同埋96%。可以反映內地買家積極投入本港嘅樓市。岑仲謙就補充，上述以買家姓名嘅英文拼音鑑別嘅內地買家，相信唔少人已經成為新香港人。加上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搶人才，唔少內地專才來港工作，喺租金接連破頂，配合全面設立唔同因素之下，提升咗佢哋置業入市嘅意欲，亦都推動今年內地買家註冊量額齊升。今年頭5個月內地買家註冊量各佔一半。如果將今年頭5個月內地買家註冊量按一手、二手去劃分，當中一手市場錄得3805宗，按年升90%。至於同期二手市場就錄得3861宗，按年亦都上升咗43.6%。喺一手急升之下，形成一手、二手宗數各佔一半嘅格局。岑仲謙又指，值得留意嘅係內地買家鍾情新盤，即使二手物業，內地買家亦都傾向購買新進嘅屋苑，甚至新發展區。10大新社區，內地買家二手宗數按年急升97%，就飽贏大市。如果以10大新社區選取較具代表性嘅超過70個新進屋苑，按區域去劃分，10大新社區分別就係黃竹坑、康城、將軍澳南、啟德、南昌、白石角、元朗南、元朗站、荃灣西同埋大圍嘅二手註冊量去計算，今年頭5個月內地買家合共就有459宗嘅註冊，較去年同期233宗，大升97%。升幅不但止遠高於同期嘅二手，升近44% 嘅幅度，甚至超越咗同期一手私宅錄得嘅90%升幅，反映除咗一手市場之外，10大新社區嘅二手市場亦都深受內地買家青睞。內地買家最喜歡邊幾區？Nolo Channel 同大家一齊睇。近一年內地資金最青睞嘅新興發展區同埋傳統核心嘅豪宅區，第一位就係啟德區，以超過180億元嘅成交額高居榜首，因為新盤多、規劃完善，最受新移居嘅人才歡迎。至於第二名就係中西區，係傳統嘅核心地段，看重嘅就係西區名校網。
第三就係將軍澳，由於交通方便、配套成熟，適合中產嘅剛性需求。至於第四、第五就係長沙灣、深水埗同埋黃竹坑、深灣。按社區去劃分，今年頭5個月，南春最多內地買家，錄得有94宗二手註冊，按年大升186.6%。主要就因為南春一帶屬於鐵路沿線嘅屋苑，而且鄰近西九龍核心區，所以就形成內地買家偏好嘅入市地區之一。其次就一向深受內地買家歡迎嘅啟德，相關二手註冊就有88宗，按年增加超過1倍。至於黃竹坑，區內而家仍都以新盤為焦點，二手市場交投相對較少。尤其喺去年同期基數偏低，所以今年頭5個月嘅內地買家只係錄得有14宗嘅二手登記，按年仍然錄得有顯著嘅升幅。其次就係一向深受內地買家歡迎嘅啟德，相關二手註冊量88宗，按年亦都增加超過1倍。至於黃竹坑，區內而家仍然都以新盤為焦點，二手市場交投相對較少，尤其係上年同期基數偏低，所以今年頭5個月內地買家只係僅錄得14宗嘅二手登記，按年都錄得有顯著嘅升幅。近一年內地人購買香港物業嘅數量同埋金額都呈現爆發式嘅增長，並且雙雙創下歷史嘅新高。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同埋市場最新嘅綜合數據，目前香港住宅市場之中，平均每4個買家就有1個係內地人，佔比25%。喺金額較高嘅一手新盤之中，內地買家嘅資金佔比更加突破咗40%，創歷史新高嘅成交金額破1000億。單計25年全年，內地買家以普通話拼音登記計算，購入香港住宅嘅總金額達到1380億港元。按年大增，創下歷史最高嘅紀錄。至於成交宗數亦都激增，全年內地客買賣宗數接近14000宗，對比設立之前整體註冊量急升1.6倍以上。豪宅市場方面，內地買家係絕對嘅主力。喺價值5000萬元以上嘅一手超級豪宅市場之中，內地買家佔比甚至高達70%，呈現物業價格越高，內地客比例越大嘅現象。例如京東創辦人劉強東，內地富豪喺近年就會有喺香港砸重金購入頂級豪宅嘅紀錄。呢一股南下嘅置業潮主要由3大因素驅動：一、稅務全面睇齊，自香港全面設立取消所有樓市印花稅限制之後，內地人來港買樓唔需要再支付過去嘅15% 買家印花稅。而家佢哋同香港永久居民一樣，只需要繳付100蚊嘅港元，至到最高4.25% 嘅基本從價印花稅，入市嘅成本大大減少。第二個因素就係搶人才嘅政策變現。香港特區政府嘅高才通專才計劃吸引咗數十萬內地精英來港。呢一批新香港人落戶之後，隨住香港租金持續上升，唔少人秉持先租後買不如直接購入嘅心態，快速由租客轉為買家。第三就係資產配置同埋租金回報。內地一線城市嘅物業回報率普遍跌到去1厘幾，相反，香港中小型單位嘅租金回報率普遍都有3厘以上。對追求穩定現金流同埋境外資產配置嘅內地高淨值人士嚟香港之後，香港樓市就成為極具吸引力嘅資金避風港。不過近日，中證監針對資金透過本港出境嘅管道，展開咗近年最嚴厲嘅跨部門整治行動，預期往來內地灰色資金來港嘅規模就會大大減少。近年本地住宅市場之中，內地買家嘅佔比高達3成4成。喺新政策之下，復甦之中嘅樓市會唔會受到影響？喺5月下旬，中證監重罰咗3家跨境互聯網嘅券商。本港銀行對內地居民開戶亦都加強咗審查。內地將會7月1號實施新嘅對外投資規定，
過去散戶或者投資者賴以將資金螞蟻搬家或者透過灰色嘅渠道調動來港嘅途徑，正會面臨全面性嘅堵截。而家國家外匯管理局規定，內地居民可以匯出境外嘅資金，以每人每年等值5萬蚊美元計。留學等經常開支不在此限，但係喺境外置業之後，按揭還款並不構成經常開支匯出資金嘅理由。市場上有指，近一年住宅樓市復甦原因之一就係內地買家支撐咗樓市。地產代理統計，喺26年第一季18654宗住宅成交登記，當中就有3882宗涉及內地買家，佔整體嘅登記大概2成，數字較上年同期上升超過5成。如果喺內地加強資金管制之後，內地來港買樓嘅資金受限，無疑就會對復甦之中嘅樓市帶來不可忽視嘅衝擊。但係值得留意嘅係，自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行高才通等各類人才引進計劃以嚟，市場上面好大部分被標籤為內地買家嘅置業群體，其實早已經持有香港特區身份證嘅新香港人。呢一群買家喺成交登記上面雖然顯示為漢語拼音姓名，尚被外界誤以為係跨境炒賣嘅內地資金。其實呢一批人多數已經喺香港定居就業，擁有穩定嘅本地港元收入。置業就係出於成家立室或者改善居住環境嘅增剛性需要。呢一群人嘅置業需求、入市意欲大概唔會受到中國政府收緊資金出境措施嘅影響。當然毋庸諱言，喺近2年港府撤銷咗幾種壓抑樓市嘅印花稅之後，唔少內地資金來港買樓投資，加上今年港府上調咗成交價1億港元以上嘅物業交易印花稅，估計豪宅物業嘅去貨速度會受到一定嘅影響。由於本地老香港、新香港人嘅剛性需求依然存在，而且不受內地限制嘅資金出境影響，預期中小型民生住宅嘅上車盤具備相當嘅抗跌力。豪宅類嘅物業受新措施嘅影響無疑較大，但係過去內地限制資金出境嘅措施其實一直存在。中國人長期習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階段限制資金出境嘅影響依然存在極大嘅不確定性，仍然有待今年下半年二手市場嘅實際成交數據作進一步嘅觀察。近日樓市交投炙手可熱，尤其係新盤成交更加係熱得發燙，無論成交量或者金額同創同期嘅新高。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嘅資料同埋市場嘅情報，喺今年頭5個月，截至到去5月18號，一手成交量已經突破11127宗，按年激增超過3成，係2013年一手銷售條例實施以嚟最快突破1萬宗嘅一年。喺金額方面，期內一手總成交金額高達1167億元，較上年同期嘅668億大幅上升接近75%，勢將創下條例實施之後同期嘅新高。足見新盤吸金力驚人啦！新盤熱銷嘅背後就在於內地買家身影日益活躍，並且成為支撐本港樓市嘅重要力量。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嘅資料，根據已知買家嘅姓名作為分析，4月份內地買家以買家姓名嘅英文拼音鑑別喺香港2手住宅嘅市場註冊量總共錄得1892宗，按月大升47.7%，並且創2年以嚟嘅新高。目前新盤市場之中，大概每3名買家就有1名係內地人。值得留意嘅係，內地買家註冊宗數已經連續14個月超過1000宗嘅水平，涉及金額亦都連續11個月突破100億元。創自2010年有紀錄以嚟嘅最長週期。過去1年，人民幣持續升值，不僅強化咗內地買家匯率嘅優勢，更加提升內地旅客整體購買力，間接帶動咗本地旅遊、零售、
酒店等領域復甦，形成經濟正向循環。特區政府早前公布，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增長5.9%，遠遠超過咗市場嘅預期，創下近5年最佳嘅表現，為樓市回暖奠下更加穩固嘅基礎。二手市場火熱，租賃市場同樣表現強勁，並且持續破頂。根據美聯租金走勢圖，4月以實用面積計算嘅私人住宅平均尺租報39.28元，按月升咗0.36%，連升4個月。自今年1月突破歷史新高之後，連續4個月月月創新高，反映租務需求極度殷切。租金節節上升，主要受惠政府積極引入外來人才同埋移民回流客，為樓市注入龐大嘅需求。根據最新嘅資料，自特區政府喺22年底推出各類人才嘅計劃至今，過去3年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總共收到接近60萬宗嘅申請，超過41萬宗獲批，衍生出可觀嘅置業同埋租賃需求。預料呢一批高質素嘅新力軍未來逐步入市，成為樓市重要嘅長期支撐。租金嘅漲勢亦都大幅提升咗物業嘅投資吸引力。目前樓價雖已經回勇，但係仍然較高峰期低2成，加上息口處於相對嘅低位，租金回報率更加具有魅力。近日多個屋苑已經出現供平個租嘅現象，促使唔少嘅租客加速咗轉租為買嘅軌道。投資者亦都積極入市收租，為樓市帶來額外嘅推動力。總括嚟講，香港樓市明顯進入咗復甦嘅週期，樓價自25年低位已經連續回升超過11個月，累計反彈幅度大概15%，呈現初步嘅 V 型反轉嘅勢頭。喺租賃市場強勁、新盤熱銷同埋內地客瘋狂搶購港樓之下，有助刺激樓市買賣嘅需求。預料整體樓市可望延續升勢，就係一個好消息。今年首季，中國內地買家喺香港房地產上面嘅支出創歷史新高，但係而家喺香港地產行業面臨來自內地收緊富豪攜帶現金出境管制嘅挑戰。外電引述分析預計，由於監管力度加大，買家支付首期嘅能力會受到影響，高端住宅需求可能會受到衝擊。彭博亦都報道，中國政府近日採取嘅措施壓制非法跨境嘅炒股，證券行同埋銀行都會受到波及。多年來，內地買家一直係香港房地產市場嘅重要客源。今年首季內地買家喺香港嘅購房支出大概430億港元，創下同期歷史新高。購買範圍更加廣泛，涵蓋咗包括兩房物業、整棟辦公室大樓在內嘅各類型房產。呢一波熱潮正在推動香港住宅市場嘅好轉。之前香港房產已經連續4年下跌，開發商面臨長期嘅資金短缺。香港住宅價格自上年築底以嚟已經上漲1成。相較之下，中國內地房價自2021年開始下跌以嚟，仍然持續多年下滑。由此可以見到，香港房產、香港地產開始復甦啦。大家又點睇呢？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留言同埋分享。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如果大家見到我 YouTube 有廣告，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今次分享到而家啦，拜拜。